我願對你承諾，從今天開始，無論是順境或是逆境，富有或貧窮，健康或疾病，我將永遠愛你、珍惜你，直到地老天長。已婚或是出席過婚禮人士對以上的一段說話應不陌生，這是在婚禮時一對新人宣誓時要說的一段誓詞。相信大家都希望家人一生都健康，可惜現實是人總會生病，而嚴重程度及治療期會因人而異。當配偶患重病時，雙方都在艱難時期，人們很容易忽視重要的財務細節，只專注在家人的疾病煩惱上。但如果能處理好以下事情，未來的處境應會好得多。首先，必須檢視及做好平安三寶，即是預設醫療指示、持久授權書及遺囑。持久授權書能確保能夠支付配偶名下的賬單。預設醫療指示允許代表沒有精神行為能力的配偶做好重要醫療決策，而在最壞的情況下，遺囑能為未成年子女指定監護人及執行符合期望的財富分配。其次，務必確保資產署名和受益人指定是最新的。為確保財富轉移的安排符合配偶意願，投資及銀行賬戶、人壽保險單和年金合約等資產將直接歸屬指定的受益人。在更新這些資訊的過程中，盡可能簡化資產結構是明智之舉。檢視保單清點資產。第三，仔細檢視所有保險保單。一般人對購買了的保險保單內容細節知之甚少，尤其是很久以前已購買的保單，一旦辦完投保手續，也很容易將其拋諸腦後。所以需要仔細檢查任何長期護理保險、傷殘保險和人壽保險保單等，以確保保障額度充足，同時也要確認聯絡資料、賬單資訊和受益人等是最新的。萬一患病時才發覺保障不足，便要盡早開始管理日常收支，令用作治療的財務儲備可以有更長運用時間。第四，全面清點資產並確保有合適授權及查詢密碼。萬一配偶不幸離世時，一切資產都要有據可查。除了金融資產之外，還需要清點個人財產，像珠寶這類物品。建議使用試算表或手寫清單做好記錄，平常需要定期更新，亦要確保知道如何找到那份清單。第五，為未來的現金流做好規劃。配偶的去世無疑可能會嚴重打亂平日家庭的現金流安排，另一方面，家庭收入亦可能會減少，為未來退休需要的養老儲蓄及收入也可能會減少。但開支卻不會同比降低，更有可能因配偶的治療需要而大增。所以最好能提前預算這種情況，而不是事後措手不及。需要確保自己能夠維持當前的生活水準，或者至少清楚需要做出哪些調整才能過上合適的生活，是需要預先估算需要。如果正身處困境，不妨考慮尋求專業人士協助，處理財務、心理及法律的疑問。